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就近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物非轻，灵宝齐鲁林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道士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魂魄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照起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国驾，
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稷底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黄粱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10叩。1叩在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。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以山前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修听行别人无消化，念念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摄对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。8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
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，黄粱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不熟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元五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以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苦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8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，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折起照起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我
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黄粱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在后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但是版面没出来呀、已经出来了啊。我这边没月英姐，有啊。你是用手机吗？也没有啦，那个比较慢。比较现在出来了。有啦。好。视频你今天有一点短路了。回向文。网路吗？用 iPad。爱出来了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位报自己姓名。徐月一。弟子赵超明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波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世所致导，正持昭格采纳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
皆有无事贪嗔痴。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从从身口意意之之所所生生，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一一切我我今皆皆忏忏悔。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弥勒生弥勒尊尊佛。佛。南南无无当来当来下下生生弥勒尊弥勒尊佛。佛。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。佛。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勒弥勒尊尊佛。佛。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弥生弥勒尊勒尊佛佛。感恩后学晚上就学习带领领读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全协。感恩啊，感恩谢谢感恩谢全谢，贤慈悲，谢感恩谢各位对全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啊，感恩各位连任、各位副连任慈悲啊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组长、各位连任、各位副连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全省为什么应该是网路吧？大家晚安。找不出来，这个找不出来。我或许2个朋友都